常会过后10点半这个思维模的我们要出货，下来后与这个周德良、李晓峰、那个严中生，我们3个把那个机台再重新清洁一遍，推一下里面的模组再固定一下，把它包给打了，重新再吹一下再清洁一下，该固定里面该固定的模组全部固定一下，检查一下门板里面的东西门板有没有少，还有上面的标识上面的那个进度牌也要把它取下来，不要跟上次一样，一把它全部拖到现场去了。听到没，周德良？刘晓峰、严中生你们3个10点半准时将机台拉上去了，听说你们只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时间了。做完过后就是上午做完过后，下午就是周德良你要去装那个升降模组，出文豪上午还是装那个T G，就是电视的T G模组跟李晓峰2个争取今天把电视全部修完，除了他一个反支的或者是一个新制的。那严中生要把那个电视的风扇按钮脱皮，还有一个上面的护类板那些东西全部要装上去。那金涛这边的话还是连着给你金海2个，争取今天把电器给它整好。